唔通我再讲，这台语是古早的语言，即卖台语会当讲万项代。讲到这几年的台湾类的啦啦队呢，这个伫咧国际比赛当中受到关注。今年底公司台语台也要推出全国头一个啦啦队养成实景节目《菜鸟啊 Nice Play》。为着要互观众朋友对这个节目了解到啦啦队这个工课兼甜苦正，要招这职棒的5位应援团长来训练这个菜鸟啊，希望互大家了解这啦啦队唔是干那唱歌跳舞尔，佮爱有这棒球知识，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等等。啦啦队的青春舞蹈定伫咧比赛过程替选手加油，嘛带动全场气氛。这几年台湾的啦啦队文化因为国际比赛受到关注，公司台语台要推出全国第一个啦啦队养成实景节目《菜鸟啊 Nice Play》。经过海选当中招10个成员参与，其中有成员应过是运动选手。今麦虽然无做选手啊，不过伊毋望透过角色的转换改为选手加油。就是为一个动力，会让我阁袂当放弃，因为阁有人在看。我该更加加油，所以我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来参加这啦啦队的原因。就是普通的人嘛，阮毋是啦啦队，但是足多谢节目会当互阮真正做一回啦啦队。为着要互观众对养成的过程了解啦啦队这个工课减算concept，菜鸟啊 Nice Play 嘛招职棒的5位应援团长做伙来参与节目训练这菜鸟啊，希望互因了解，毋是干那唱歌跳舞尔，佮爱有棒球知识、训练体力，也佮有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等等。捌棒球，你嘛爱对棒球这个运动有热情，所以呢，一般来讲，阮是。大概差不多半冬的时间啦，对啊，所以因足厉害，当伫咧2-3个月内底，会当有安尼表现。不是只有在跳舞而已，不是只有在应援而已。我觉得学着团队待人处事，这最重要的，这在节目里面都会看得到。节目会伫今年底起稿，伫咧实景养成的过程，会对10位选手内底淘汰4位，最后敢若选出6位，会当徛起咧棒球场的乌烟舞台，用台语替选手加油，希望替台湾应援文化注入新能量。记者卢尚珠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